日日對住石屎森林，係咪好想揾片天地唞下氣呢？跟我哋一齊飛去內蒙古，感受一下乜嘢先叫做真正嘅天大地大。希拉木人大草原，首先感受到蒙古族最隆重嘅下馬酒迎賓。飲完碗酒入蒙古包，飲翻碗正宗嘅鹹香奶茶，跟住試下做個草原射手，拉弓放箭。到咗夜晚，重頭戲係篝火晚會，一齊學下跳安達舞，不知幾熱鬧幾開心。跟住我哋去中國嘅沙漠度假勝地響沙灣，坐纜車飛入沙漠。仙沙島上面有超過20種嘅玩樂項目，沙灘車、過山車、高空滑索，刺激又好玩。細路哥都有專屬嘅玩樂區，一家大細都啱打。我哋仲會帶你睇下內蒙古現代化同文化嘅一面。鄂爾多斯康巴什新區係個好靚嘅現代化城市，而文化產業園穿越翻700幾年前嘅蒙元盛世。仲有呼和浩特嘅怡果生態園，建築融合咗蒙漢藏風格，好宏偉。想了解內蒙古深厚嘅歷史，一定要去內蒙古博物館。對藏傳佛教有興趣嘅，我哋會去鄂爾多斯最大嘅格魯派寺院準噶爾兆，感受嗰份寧靜同莊嚴。今次行程住宿都好豪華噶，特別喺2026年全新開業嘅鄂爾多斯都王假日酒店，房間又大又靚，仲係智能操控。喺草原上，我哋會住一晚真享草原蒙古包，真正體驗草原之夜。呼和浩特嘅南洋林頓酒店，行出去就係商圈，夠晒方便。講到食，內蒙古真係食肉獸嘅天堂，必試手把肉，清水煮，原汁原味，隻手攞住嚟食先至夠風味。仲有內蒙古特色燒賣，同我哋香港嘅好唔同噶。夜晚一齊打邊爐，淥最新鮮嘅羊肉暖粒粒，正啊！王牌行程內蒙古重玩7天，7至8月出發，每位5988起，4人同行再減200蚊，名額有限，快啲報名啦！